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我要前往新埔。当地宗祠数量之多及精美程度，在台湾客庄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。而且听说当地还有个宗祠是与历史上的刘邦有关。我来到这个宗祠啊，我发现它的那个燕尾啊，好像比别的地方多了一点点，还有它的匾额也是比较多一点点，是为什么？没错，因为这是刘氏家庙啊，刘氏家庙它的那个做官的很多啊，它的建筑有没有就可以盖这么多的燕尾？因为燕尾有没有，普通是在庙宇才有，因为是这样什么当官的，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刘姓，它都可以挂在这边啊。像那个黎兆东营有没有？就是说大陆上的那个刘姓的那个宗族有没有来台湾？东营就是台湾呐，就是当官的很多，所以燕尾也多。对，那我有看到，就是前面的这些牌位，这些牌位都是刘氏家族的牌位吗？没错，它是他刘氏祖先的。然后这个牌位那么多，有没有？最上面那个最大那个牌位有没有？他的牌位是那个刘邦的祖父刘荣。刘邦就是那个汉朝的那个刘邦吗？对啊，没错啊。哦，原来是皇家的后裔，难怪这个宗祠跟一般的宗祠有点不太一样。没错的，所以全台湾省有没有？看是唯一的家庙，这是唯一一个的家庙是这样。这样子才可以翘东翘西的那个，客家话叫翘哦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翘起来啊。翘起来，翘哦。翘哦。哦。走在新埔老街，很容易就发现宗祠隐身在现代化的都市建筑中。在新埔看见众多的宗祠，却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客家传统追溯本源的前进之心。那这边总共有几个这个宗祠啊？镇上有7个，7家宗祠都是陆续盖的啦。你盖这家庙达到集资啦，像有刘家啊，朱家啊。张家啊，潘宅啊，还有范氏家庙啊，林家，还有那个陈氏家庙。像潘宅他很有钱啊，他就会自己盖啊。像陈氏家庙也是啊，你本身很有钱啊，要做生意那些，所以他可以盖那个。所以这个大小也是当时他们的富裕的程度来盖大小。虽然经过200多年的岁月，新埔的众多宗祠不仅保持完好，至今还有许多住着宗室后代，难怪被人称呼为活生生的宗祠博物馆。